称谢耶和华，在他的圣所中要赞美他的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阿们吗？阿们。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也请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一同来赞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湖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有他带领我们，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行在他恩典的道路上，与主永不分离。我们一同用这一首脚步来感谢神恩典的带领。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
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感谢神，神恩典的带领，让我们无时无刻都能够来感受到神的爱。因为在世上无论任何的事物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我们要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他永远都深爱着我们，他为我们流宝血，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要纪念他。你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使我
往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壮阔，何等高深，天立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感谢主耶稣，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或逼迫，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即使是死亡，你也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谢谢耶稣，因为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不管是高山或是低谷，不管是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每个脚步都有你的引导。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各样的经历上面经历到你是那垂听人祷告，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彰显你的慈爱，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荣耀的神。谢谢主耶稣，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来彰显神，你是使无变有，你是医治，你是供应，你是我们牧者，你是我们的保惠师等等，好多的丰富，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去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扶持。透过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让真理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出你的话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灵修看了没有，然后今天的灵修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章18到21节哦。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帮我按下啊。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
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早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特别是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你来想看没有？就是第1章哈拿，她在她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还会记得，她是怎样祷告到祷告不出来，对不？搁互以利这时间5岁啊，无啥正经啊，无透早就咧啉烧酒醉安尼吼。那经过他这样的一个诉苦，然后伊讲我都毋是无正经的我是安尼有话无地讲无地透讲袂出来安尼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过程当中，这是以利搁会记袂？甲讲啥物款的话？你可以怎样平平安安的回去回家去这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进神的话？听完之后有没有信入？有相信无？无伊本来是安怎？袂食，食袂落嘛，困袂去啊。但是因为他听了祭司的话语，被祝福之后，伊听到上帝的话，透过祭司甲讲，你会通平平安安倒转去。所以当他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回去怎样？有改变无？还是同款油头甲面可以吃得下？有时候不容易啊，这个在当时候可以说是他被他的对头激怒，常常耻笑他，激怒他，对当时候来讲是一个羞辱。但是因为上帝的话，他听进去，他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有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奉献。一般人你予我就下愿嘛，我就可能请一边去，还是安怎？但是他不一样他的一个还愿是什么？他一个还愿是讲，好，我将这个好不简单，给我的这孩子，我就把它完全的献给你了，完全了，所以不为自己留。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经历神迹之后，他完全的奉献之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加倍给他。就好像圣经内底讲，你如果这样献上，比如说从1/10，然后上帝又怎样？又回应说：你若安尼赐我，敢若这个所在赐，我就更加倍给你。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内底有看见啥？真的，上帝加倍给他。好，那撒母耳之后，再3个儿子，然后呢，2个女儿，安尼加起来安怎6个啦，都是伫伊的赞美颂歌里面有提到7啦，当然可能是从神来的完全这样的一个恩典让他去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摆上，不为自己留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看见亚伯拉罕伊的心意，给他有这样的回应，在哈拿的身上。那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当他愿意摆上的时候，那种赐福更多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看到无论是撒母耳，他从年幼他就开始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领受上帝的话，他就成为那个交替这个样的一个世代，从士师到君王这样的一个世代。虽然后面有一些的插曲，我在准备8月的这个迦南之声刚好第一天是在谈到第八章
其实信仰是自己的，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看到很可惜以利的家庭，还有撒母耳他的孩子，无猜顶一代有好的一个侍奉，但是如果没有好的教导，无地底下教导，第二代真的是神不喜悦，所以也会带来他们在侍奉上的一个拦阻，甚至以利家我们看到一个咒诅，所以这个礼拜我分享的一句话就是说，神人告诉以利说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怎样？尊重上帝，所以很可惜哦。那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就真的，哈拿就完全的把他献上，然后从小就在会幕里面，在学习敬拜。我感觉这嘛是我们这儿童牧区最重要的一个像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在宗教信仰上面，在额头上，在衣襟，或者在他们门楣门框，我就常常用上帝的话在提醒那咱有看到讲撒母耳他从小，然后以利有这样的教导，然后他从听见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和华，到以利教导他你哪个听到你就讲请说仆人静听从那时候开始，还记得这个礼拜的讲道经文里面有一句，就是说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怎样？不落空。他所宣告的，他所祷告都不落空。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的服事在当时候，从但到别是巴都知道，然后上帝膏抹他，然后上帝透过他传达他的心意。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像这样的人？当你传达或者是你祷告为人祝福的时候，是从神来的这样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了出口。当上帝透过你讲见证的时候，不是荣耀你，而是荣耀上帝。但是上帝也借着你的见证来荣耀你，来高举你。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就是这样，当他忠心的服侍的时候，上帝透过他所说的话语带来权柄，甚至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与他同在。所以第三个我们看到全心完全的，就是好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样的一个摆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透过以利祭司最后还祝福他。原本他没有想到一个都很难求，但是却透过他们每年上来，然后献祭，然后来看他的孩子。但是以利透过他的传达，他的祝福你既然将这个完全献上，上帝看到了，上帝看到了安怎还要加倍赐予你，所以让他真的是去经历到后面那一些的赐福3个儿子本来一个都没有，但是后面带来祝福3个，然后2个女儿。所以我们看到在哈拿，他可能在生命当中也没有想过，但是因为他愿意摆上，愿意没为了自己来劳，所以当他完全摆上的时候，却让他经历到上帝加倍的赐福。所以从哈拿的身上从无到有，从撒母耳的身上从无到有，就是还没有认识，还没有听见，但是听见上帝的话，让他有宣告，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众人就很清楚认识到这位是上帝所使用的。今天我相信上帝要透过你我，不是只有牧者，你在你的职场、你的亲人、你的社区、你所接触的人，当你勇敢的来宣告上帝的话，勇敢的为人家来祝福祷告的时候，相信上帝的能力也会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哦。第一个，听上帝的话，听完之后如果没有相信，就像以利一样，很可惜，透过神人不听，再透过撒母耳，伊嘛要够不能给信道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真的他也知道上帝的话，那很可惜没有信入，最后要活出来。那在撒母耳的身上，在哈拿的身上，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经历神的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让今天的这样的灵修，让我们看见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当我们愿意听入、信入、活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这是你的话语。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能借着耶稣基督来赐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我们做了好久的基督徒了，我们读你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有听入、有信入、有活出？求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提醒我们。也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是将荣耀归给你。当我们荣耀你的时候，你便高举我们弟兄姐妹，扶持我们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经历到你荣耀所带来的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祝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上帝嘛是24小时每分每秒拢保守看顾的上帝。上帝嘛赏赐咱超越咱所想、所会当想到、所会当考虑到的上帝。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丰盛长老夫妇甲光福长老夫妇因要来分享过去这段时间。上帝伫因的生命、伫因的生活中间，安怎来带领因，安怎来保守因，安怎来祝福因，伫因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间，咱先邀请丰盛长老夫妇来分享。歹势，因为阮像大家拢会紧张，所以阮需要两个人做伙。而且先感谢天父上帝为阮所做的真好的安排，也感谢这段时间为阮祈祷的兄弟。虽然我毋知影是啥物人为阮祈祷，毋过阮感谢你。代志是安尼吼，因为阮伫要转去台南的时，伊就巴肚疼。你讲嘛？喂，其实我们在4月底要从南部回来之前，就先跟我的小叔、小姑他们夫妻俩约好，说5月中我们要去惠荪林场玩。那我在5月11号，我牙齿根管治疗第1次以后，我12号我们就准备要回南部去了。那我们要回南部之前，我小姑的先生还说可是我们惠荪林场的房间都还没订啊。那我小姑说，那个很好订，不用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确定时间我们再订。好，那我12号我们就准备要回去南部。那就在12号的凌晨，我就开始胃不舒服，很感谢主，真的很感谢主，让保守这一切都能够平安，他为我带领我前面的路。我开始不舒服，我1个晚上都不能睡，我就躺在客厅，到天亮的时候，我就跟陈丰盛讲说，我昨天晚上都不睡，没办法睡。那我大儿子刚好那几天都回来家里住，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医院那方面还有他跟小孩子怕不要接触，他就回来家里睡。那我儿子起床，他就说你为什么都没睡？我说我真的很不舒服。那可是他因为他要赶着到台北去上班，我说没事没事，好，我只是胃不舒服，你赶快去上班。他说那你去看了医生，你要跟我讲。我说好。那我也就是去我们就附近的诊所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胃发炎啦，没事啦，你药吃一吃就好了。我药拿了，我们就回南部。可是我一路上还是很不舒服。
回到南部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有发烧，啊，那时候发烧是很敏感的事情，我就自己赶快先快筛阴性啊，然后我就传赖给我小姑他们说我没事，我只是好像胃不舒服。我小姑说，那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你再去看一次医生，旁边的诊所也很，那个医生也很好。那我就到了晚上，我还是不行，我就跟总公证说，我不好意思，我都连名带姓叫，我说你还是要带我去看一下医生。啊，去了以后，医生又用额温枪，他说，不对啊，你烧到38度多了。我说，可是我已经快筛是阴性，他说现在这个不准哦，你可能你现在筛阴性，你搞不好待会又筛阳性哦，那你明天早上再筛一次。我说好吧，我明天早上再筛一次，然后又是开了药让我拿回去，然后我吃了药，他感觉是有比较好，然后我就等于礼拜12号回去，13号就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第二天早上我也很乖，又再筛了一次，还是阴性，我就比较放心。然后13号我就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到晚上他也去买东西，他说你都不吃东西，你不行，你要再吃一点。我吃了2口，我说我真的吃不下，然后我就一直就是继续躺在床上，然后到14号的凌晨，大概12点半左右，我就开始整个人痛到一直冒冷汗。那我也不敢叫他，我就想说可能忍一下就过了，我就自己在客厅这样子坐着，那个汗就这样子一直滴一直滴。滴到我说，我想说我还是去床上躺一下好了。结果躺一下，还是整个人在那边滚，不行，我就把他叫醒。我说，我不行了，你赶快再带我去医院。他就跳起来，我已经痛到不行，我们2个还在争说是要叫119还是要自己开车去。那是要开车去还是要骑车去？最后我们决定骑摩托车去。我们就骑了摩托车就到了新楼啊，我们也想都没想，因为成大跟新楼离我们家都是差不多的距离，他就直接把我载到新楼去了。载到新楼，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疫情真的是很严重的时候，北部的急诊几乎都是已经爆炸了嘛。那还好，真的神安排我们那个时候回到南部去。当他把摩托车直接骑到急诊室门口，他摩托车丢了，就把我扶着我进去。然后真的感谢主，当我到了急诊的时候，我一看，几乎没有人，急诊室几乎都没有人。那是半夜2点了，几乎都没有人。然后那里面的人就赶快推着车子出来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真的肚子很痛。”那就开始减伤，然后其实就是等于说几乎都是在为我一个人在做整件的事情。然后那个医生就来说，你可能要开刀，然后就继续安排一些检查。检查之后他说，你确定要开刀？那因为我也不晓得什么情形，然后你说好吧，你开刀就开刀吧。那其实这整个过程真的是后来回想起来，真的是有主的保守，有主的医治，我才能那么完全。虽然只是一个盲肠炎引起的腹膜炎，可是我住了12天的医院。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一个盲肠炎、腹膜炎你要住到12天的医院？这个就是整个过程，主在医治我。当开刀完的第4天，医生来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医生，你说我可以出院了，可是我人非常的不舒服。他说没有关系，你那个伤口痛是正常的，你那个伤口开那么大的洞，因为他那时候照了电脑断层的时候，他是说整个看不到是哪里出问题，只是整个腹腔都是空气跟血，所以他一定要开整个大刀，传统大刀来找他的地方，结果是盲肠破掉，然后引起的腹膜炎。那我就好吧，医生说可以出院就出院吧。他礼拜6开刀，礼拜2他跟我说可以出院，结果礼拜2的晚上，我就开始一直吐，狂吐，吐了吐不出来了，可是吐到最后胆汁都吐出来，吐到最后可能将近有2000 cc 的东西，
那护理师也吓到，大夜班的护理师也吓到。他说：“你这样子吐不行啊，因为你这样吐会，因为你一直用力的话，你的伤口怕会裂掉，那你可能要再插鼻胃管。”我说：“天哪，你还要再插我的鼻胃管？我已经那么不舒服了。”感谢主，他讲完之后，我的症状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鼻胃管也没有继续插。那第二天医生就说你就不能出院了，那就继续再住。结果又住了礼拜三本来要出院，结果没有出院，就一直到礼拜五，医生说：“你又可以出院了。”我说：“感谢主啊，就可以让我出院了。”然后礼拜六的时候，护理师就来帮我换药。那个要准备出院了，要准备出院了。那个医师助理，然后他也来准备帮我把我的引流管给拔掉。然后就在护理师在清我的伤口的时候，那个医师助理他也准备好要来拔我的引流管的时候，他就一个转身看一下我的伤口，然后就说：“等一下。”我说：“又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你的伤口这边你会痛吗？”我说：“没有，不会痛，只是我跟你们一直说我的伤口都在痛，可是你说的地方我并没有特别的痛，我只是说我的伤口一直都在痛。”他说：“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你这是脂肪还是脓？”结果不得了，那个一挤下去，他说大概50到100cc 的脓啊，整个这样子所以跑出来，就继续住院。然后那个护理师说，那个医师助理说：“你忍耐一下，我帮你剪2-3刀，就是那个伤口的线，帮你剪2-3针起来。”他就开始拼命的压，一直压，就是那个脓就是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他也很紧张，他就赶快打电话给医生，问医生要怎么办。结果医生可能也忙，也没有接到电话，说：“那我先帮你处理伤口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护理师就赶快打电话说：“这个病人没办法出院，你先不要办出院。”结果好了，又没办法出院了，又继续住。礼拜六本来要出院，又没有出院，又继续住，就住到礼拜二。那医生其实第二天医生也很紧张，他就自己亲自来帮我换药，帮我看。那他也拍了伤口，我大儿子就跟我讲说，叫他拍伤口给他看，因为他人在北部，他也没办法，因为疫情关系，他也没办法到医院来。他就拍了整个护理师换的伤口看。给我儿子看，我儿子说：“你那个伤口可能有2-3个弹珠嘛，我们小时候玩有2-3个弹珠的伤口那么大，你可能要恢复，可能要好久的时间。”啊，我就想说怎么办？我真的是，这真的是一切只能交托给主，求主来医治我。那也还好，就是礼拜六发现的时候，一直到礼拜二，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我确定可以出院了。那个护理师说：“你的针要不要拔掉？”我说：“可以拔了，可以拔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那护理师不放心说：“你还是不要拔好了。”因为我的血管也真的很不好找。我住院这10几天，大概就戳了8针的血管。好，因为每天都打抗生素，每天都打，住的这12天每天都打，然后结果就没有拔。那到那一天。可以说出院了，我就说真的感谢主。我真的出院之后，我在信主那么久，也经过很多次，人家都说你应该可以来做见证，但是我都没有上来做过见证。当我要出院之前，我就说我这一次一定要为主来做见证，让大家都知道说我这所经历的，从一开始。回南部这段期间，从一开始其实主都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因为在北部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到急诊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你，因为你只是一个肚子痛而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回到南部，然后经历过这一切，虽然是很痛苦的经历，可是每一步都得到神的医治，让我能够顺利的出院，虽然是12天。虽然是12天，医生有一点落差的哦。我小姑说，你怎么敢去新楼？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在他们南部人眼中，好像说新楼的外科不是那么的 OK， 应该你要去成大。
可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真的是车骑了就直接骑到新楼去。我想去到成大，可能情况可能就不一样，毕竟成大是大家都想去的医院。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成大可能也是很忙啊。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神的带领，让我能够一路都能够平安。也感谢神啊，因为回南部的时候，我妈妈就有人照顾。我如果在这边的话，我要照顾她，我妈妈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啊，所以刚好有我妹妹来接替，我弟弟来照顾她。那也在我得那个欧米孔的时候，还好我妹妹因为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因为她对她的肺部有一点问题，所以她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所以马上就告诉我说，阿姨去在哪一家诊所，刚好在我们家对面的那个诊所可以视讯，然后他帮我去拿药，然后帮我去帮我买了一些干粮回来给我，也刚好在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我的弟弟妹妹刚好他们都可以帮上忙啊，他们都退休了，所以都很顺利的帮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一个难关。这里面我看到了是祷告真的有效，祷告上帝的应允都会，只要你信靠他，他一定会应允你。还有一个，感谢所有为我们祷告的兄姐，感谢你，因为在这个内面，我有看到，我有感受到上帝因为恁的祈祷，所以我安尼平安来行过。搁一句感谢，谢谢，谢谢大家。应该归伫阮的天父上帝祝福为阮祈祷的兄弟，谢谢。多谢丰盛长老夫妇的分享吼，确实是吼祈祷，上帝爱咱来用伊祈祷吼，无论上帝知影毋知，其实上帝拢知啦，咱拢知影上帝拢知，但是上帝就是爱咱用伊来祈祷，吼，甲伊维持有好的关系，吼。继续咱来请广武长老，还是张老娘要同齐起来无？无 ，OK， 广武长老来分享过去这段时间。上帝怎啊伫伊的心上来显明公义，甲听堂。牧师平安。然后今天第二期还有第五小组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来，很感谢神吼。我伫家要见证的是讲，疫情结束以后，疫情还没有结束了，疫情就是在松大里面我们暂停，然后呢，我跟张老师就是我们比较有时间，大家一起。不然1、2、3，然后又有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根本都是早上一起来就要冲来教会了哈，比较有时间，所以我们就会有灵修祷告。实际上我在灵修里面呢，又增加了除了诗篇103篇，不管是我是在睡觉之前，或是起来，或是躺在床上，我是都一直背诗篇103篇。第1节、第2节、第3节，到第3节的时候是什么？我想各位可能知道就是第3节，就是实际上是谢饭的部分年纪大了，到谢饭那一部分是非常棒的。如果我们有在看的话，就很清楚。第1节就是说，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称颂耶和华名。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是，就是说，感谢耶和华赦免我的罪过，医治我的疾病，救我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做我生命的冠冕。然后，神所赐的美物，如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如因返老还童。你看，我们现在几岁了？牧师他们都很年轻，我们70几岁了。我们就是要有这个盼望，让神所赐的美物，我们要吃的时候感谢神，然后我们吃了以后，如因返老还童。我白话字也去看那个，如因返老还童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有考虑，所以后来这不只是这样子了哈。那我是想说，就是说我在无时无刻，因为实际上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上次好像有跟各位报告过，就是中医长老他也在这边见证，他说他背圣经，我说好，他背圣经啊，等到现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背圣经啊，背圣经以后，刚好这疫情期间，我们不只是为我们夫妇家里面的成员啊，像我的心啊，我就会写蔡光虎、张坚的心，然后呢，再把家祠里面的我的儿子蔡昌廷啊，我的媳妇叶玲金，还有我的孙女啊，蔡凯琪啊，还有我的女儿在台北啊，蔡安珍、陈志宏、陈木熙类似这样，就是说我是在一直祷告求神保守，但是够不够？不够，所以呢，我发现说，松大的很多事情，我也是在那边祷告，松大，当然我们松大有团队，这个LINE里面我们有6个人，就是尤伯勇牧师、刘英燕牧师，还有我跟张坚我们夫妇4个，还有李雅琴姐妹，还有英子姐妹就在那个长子会里面，我就有报告过，你看那个人是越来越多不只是说为了礼拜3的那个，还有周间的1、2、3的那个的上课的情形祷告，我们也特地提出来，为了要拯救那些灵魂，因为不然送到办的就没有意义嘛。为这些人祷告，希望说，在从尤伯勇牧师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送到的人有一直进来有受洗，但是我是认为那个还是很少，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午餐约会。但是午餐约会1年多来，疫情的关系断断续续的，根本没办法联系。我想就是说，还是为这个祷告。我想神一定会大大做工在这上面，因为我们看到，配合教会的一些活动，礼拜1、礼拜3的，还有礼拜天第3场的礼拜，松大的学生一直进来，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我想这是很棒的哈。这是说在灵修在祷告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祈求了哈。我现在要讲就是说，我女儿因为她那个宿舍，台北那个宿舍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所以呢，她是要搬新家，所以她就回到，就跟妈妈讲说，我先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然后等那个新搬的地方治好以后，我才搬过去。我说好啊。来的时候，结果她有一天打电话讲说，我们那个透天的而且是1、2楼，又是挑高的，他有一天说，我很害怕呢，妈妈的钢琴那边往外面看，空空的呢，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我的女婿也回来，也来了之后也看一下，说，这个是真的危险，所以呢，把钢琴，因为怕说小朋友已经2岁多了，会爬，而且男生又很活泼，很会跑，他怕他从那边就爬上去，就很危险，所以呢就把钢琴的椅子拿掉，他就爬不上去。我女婿也去看，没问题。我说我怎么这么担心呢？当然但是等到小朋友来的时候，我因为椅子都搬走了，但是钢琴那边，因为他在台北那边没有钢琴嘛，钢琴通通放在家里面，所以呢我就把他当了一声，我女儿吓死了，你是不是要给他摸钢琴？他如果从钢琴那边爬上去怎么办？就开始紧张了，但是结果紧张的那一部分没有发生，而是他在3楼在睡觉，我也是刚好上去以后，中午小朋友睡醒了，睡醒的时候妈妈有在看着他，远远看着他，我刚好上去，他看着我迷迷糊糊的，然后我就跑进去里面，然后又要出来，要出来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孙子从那个楼梯口那边就掉下去了，我那时候吓着，我说主保护，就跳下去以后，然后就哇吓我，我就吓死了，
亲眼看到就是我亲眼看到，我真的是把我吓死了。哦，我说吃饱了，然后下去，哇，慢慢摸，弄，会不会痛？通通不会痛，都没有怎么样。我太太也后来下去看一下，哦，这个地方有红红的啦。这摸完之后他也不会痛，然后就把他抱着，抱了一段时间。我女儿那也傻住了，然后马上打电话跟她的先生讲说怎么办？那边要搬家的事情又没有弄好。我说这个如果就观察嘛，观察3天嘛。但是出来就是后来以后我看，感谢上帝呢，我每一个地方都把它按摸，然后当然一直祷告，都没都还好啊。问我额头会不会痛？红的地方也不会痛。3天过去了，感谢神，一切都平安。我想说，这个就是很感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持续的，一想到就是要背神的话语，然后为神的事情来做工来祷告。我刚刚讲说，实际上我们上次所操练的，启用神的话来祷告那一本，我里面的不晓第16篇、17篇，我忘记了。主耶稣，你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一部分还有是主耶稣，你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呢。这边我那个一共有3页，我都配得滚瓜烂熟。我想说，这神的话，因为从以前我们知道了神的话，你就要一直背，能够随时用出来。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像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提到。你就发现神真的是在你旁边，你要什么，神就一直保护着你。像我讲这是主要说，我们要做神的工，然后神也会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时间可能还有了，我再讲第二个小见证，可能因为第二个见证还没有结束了。当然就是也很感谢，一个就是我南部的那个土地的问题，因为已经将近100年的土地，第一次在结辩的时候，再来就要判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想说，神的人好像启示我，打电话给尤伯武牧师，尤伯武牧师好像跟刘彦牧师那边好像刚好到来开会，可能是礼拜3，我不知道我跟讲尤牧师就是这样，他说我帮你祷告，祷告以后，然后隔了大概半个月或1个月，感谢神，不知道什么原因，说判了第一审判我们赢了，那第一审判我们赢后，我们说，迷迷糊糊我们赢了，我们都不知道，我想是神有在那边有请牧师，所以洪生长老他就讲说，超听了，那是以前70年的时候，民国70年的时候判失已经失掉了，能够失了以后。能够赢就不简单了，结果呢，因为我们那里面有5大户，加起来有50几个，所以非常的复杂，已经延伸了好几代了，这个要处理它很麻烦，而且其中里面有一个是土地兼课，那个土地兼课在那边就是实际上他们都听他的，所以真的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好了，到第2审了，他已经因为土地兼课他已经不符合。第一审到第2审的时候，5个大户里面有1户推出来了，剩下4户。到第2审的时候，第2审又要跟里亚躲了，然后从屏东要跑到高雄了。高雄的时候，现在都疫情的关系疫情真的是，我那时候刚好我们的小组长他很贴心，说我要去高雄，疫情那么大，他就不止挂，我那时候挂 N95 了，然后再挂一个面罩，去高雄那边开那个辩论庭，就是3个法官在那边的辩论庭。法官之前就跟我讲，你在桃园你不用来了，要我不用去，他没有讲疫情了，你不用那么远不用来，但是还是很紧张，所以还是一个人战战兢兢，只有我一个人去，还是战战兢兢的去，在场上一面祷告了，一面祷告，然后好了，后来我在LINE里面，因为刚好又是礼拜3，我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
我看刘伯宏、刘英牧师他们也都有来帮我祷告，我感谢神啊！因为两位牧师也都一直关心我这边的事情啊。判出来以后，第二审，因为第二审我就知道要花时间去了解情形怎么样，第二审出来，又赢了。洪省长说：“你问了。”我说：“没有啊，还有第三审，因为那土地监构才在那边呢。”结果最近第三审他们出去以后，他们又会就是3审的法官说要受理，我说这下惨了。然后看看里面的那个律师啊，我说律师的有当过法官的呢，这下惨了，不知道怎么办。我跟我太太，然后我们原来的那个律师啊，他刚好是跟以前的老板2个已经拆伙了，剩下他年轻的。他后来讲说他不接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子？那我怎么办？你赢了两场了，第3场是顺理成章应该要去啊！我跟张老师真的是吓得要命。然后当然我放到祷告里面，还好是有神的安排，我们第3人也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律师了。其实说现在还有第3人还在做，但是我想，透过好好的做主的工，祷告各位的代祷，因为说我想我们的后盾就是我们的小组，印军在我们那个小组虽然是在网络里面线上里面，他是很好做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很好做我们的后盾，我们都有礼拜4晚上都有很好的互动然后当然我更感谢神，因为我又有牧师团队兄到这边为我们祷告，我想神一定都会保守。我想就这边做这个见证，谢谢各位，谢谢。多谢光福长老再次的验证艺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而且彼此的代祷更是功效，更是可以彰显神的慈爱原先是要搁继续请长老讲伊较客气，所以讲长老代表就好了安尼所以今仔日的见证就先到这好，刚才听过那么多精彩的见证，结论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祷告。神是听人祷告的神。那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要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为教会事工来祷告，首先要为每个人渴慕及领受圣灵的充满，灵命更新，为主而活。人人是基督精兵，为福音大发热心来祷告。再来，也要为教会49号及33号装修工程顺利来祷告。要为江南门训，就是领袖列车启动顺利来祷告。再来，要为兴起儿少青，眺望他们信仰热情，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容神一人来祷告。也要为小组事工推动牧养，为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开放式关怀小组、领袖小组倍增来代祷。再来要为活动营会后能够顺利连结到各牧区来代祷，也要为教会57周年庆典活动筹备的顺利来代祷。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的教会，主啊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因为有你的恩典福分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求你的恩典时时刻刻来看顾我们的教会，主啊主啊，来教会当中，主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都有一个许多的恩典，主啊主啊，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为教会来代祷，哈利路亚。
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福分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为教会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工作、服事要有果效，全在乎圣灵和神的大能。求神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渴慕来追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花时间读经、祷告，愿意参加领袖列车的门训，让人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也求神兴起教会的儿童及青少年，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不间断的聚会，乐于参与教会的服事及营会的活动，让他们装备好自己，未来能够接续教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也求神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知道如何连接这些孩子及家长到各个牧区。我们要使未信的家人也能够认识你，使他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在过去1个多月以来，在主你的带领之下，教会49号的1、2楼整修即将要完工，谢谢主。也求主继续保守看顾33号2楼的新会堂，能够顺利在时间内完工，在迦南教会57周年庆的时候，献主作为祭。求神赐给牧师团队及同工们有智慧、有力量、有远见，能够顺利筹备教会57周年各项的庆典活动。求主赐下你的同在和恩膏，在每一个事工当中，让我们得着你的启示和智慧，在各个岗位上能够各尽其职。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再来，我们要继续的来祷告。我们接下来要为暑期福音的事工来代祷，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为7月30号亲子生态课程共游关怀活动来代祷，也要为7月31号夏令营后的阿嘎北同学会，邀请夏令营学员一同参加活动及跟进关怀来代祷，要为7月2号到9月17号周六的鼓舞与品格成长少年班第3期的开始来代祷，也要为8月份开始的第4期成人鼓舞班代祷，再来要为8月20号青年牧区的桃林铁道 U-Bike 10公里的挑战关怀活动来代祷，也要为8月27号下午3点半到5点，在教会1楼的副堂举办义检传福的活动，就是为学生义检这个活动来代祷。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谢谢你在暑期时间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许许多多的活动。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来一起来为这些事工来活动来代祷。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求你来也是看顾保守我主，主啊，求你源源不绝的提供予我们，在这些事工活动当中，我们有许多儿童牧区。
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看重孩童的事工。当我们将福音传递给一位孩童的时候，也就是把福音传递给他整个家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为主撒出更多的福音种子。我们也求主你赐智慧给参与暑期福音事工的同工们，你加添力量给他们，让我们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谢谢主耶稣，你是荣耀的神，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勇敢跟随你的脚步。你的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为祝福。咱犹原徛伫吼，我们依然站立，咱来为着这兄弟姊妹啊，这集体来代祷。咱先来看一段圣经，作为来。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要为了这些年老体弱，为着因来做来祈祷。人渐渐在老化，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怎样，跟上帝愈来愈相活所以我们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特别有90几岁有些年长者我们为他们祝福，让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使人健壮是这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为这些癌症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咱为着献证长老伊最近佫倒转去住院，是因为迄个空喙无法度收缩那我们为他来祷告他是第2种因为皮肤癌大概有3种，第1种是比较毒的，就是黑色素癌它是属于第2种，就是鳞状那卵呢鳞状的
他是属于第二种，那我们为他来祷告哦。我们这样宣告说，让那个伤口哦，会让收束啊，会当伫遮啊得到医治哦。我们也为了这一些的病痛的哦来祷告啊，愿主医治的大能啊。前面那个还没有看嘛哦，那这个回兄兄哦，也可能他的大肠哦，那要寻找要合适的外科医师，因为内科没有办法去处理哦，所以在肠根嘛不知要安怎哦。然后我们求上帝来保守，也透过一些我们自己医师有一些的建议怎么样为他祷告。但是咱的主是大医生了因为在肠根我们比较无这款的一个你然后淋马街我们就比较有这些的门路了但是上帝成为他的帮助他也很紧张。那我们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等你为了因基督在宣告一些那种医治的大能神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当中那我们也为了这些的 COVID-19 这些在确诊的当中我们社区在协助了，本来今天会来那个雅琴呢雅琴姐妹她也确诊了她孩子也还没有验出来，但是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那在今天，因为透过线上的课程还好有我们的张医主任，还有这些的同工这样协助特别为这个引乳当然车祸了，就是被载然后爆胎，然后去累残了所以感谢神的保守了那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充满在这一些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也特别去为我们丢人女也术后这一些的恢复让她是完全的是很快速的康复健壮。我们话语是有权柄你的话是有权柄，你知不所以当我们用宣告祷告的时候做不做那是神的事嘛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你就说用信心来宣告，那成就是在于神那我们用信心来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必看见说神那种超乎所求所想。我们继续为光复长老他们的这个土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掌权了人再多我们里面的比外面还大所以我们就宣告，那把这样的一个掌权就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特别是为了这些的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主阮知影这年纪渐渐大，阮身躯的器官在衰烂，总是奉你的名，求你医治的中外来甲伊三同在。对啊，互伊保属伫上帝你的这个灵会通离开伫阮的兄弟姊妹，主你的圣心来充满，甲伊三个同在，所以互这圣心所带来是安慰、是扶持、是医治、是讨棒的。奉耶稣名，你医治的权能充满，甲伊三个同在，互遐个恶者、这个魔鬼撒旦的权柄离开伫这个所在。离开伫兄弟姊妹身上，祝你讨棒，互因这囡仔劳苦担当会当来到这，互这骄傲的拢会当伫这离开，互这讨棒因当得到自由。主啊，说奉你的名，你医治的权能，你的安慰，你的扶持，特别甲因三个同在。主啊，阮知影，阮这权柄拢在你凡事斗来要叫疼上帝，你得到利益。主，你的圣心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主啊，你的圣心伫倒位，倒位要显明你的权能。奉你的名，你捆绑一切伫阮中间的阻挡，特别伫无论是伫这拍官司，主你是掌权的主，主啊，你是互阮得胜的主。主啊，阮也伫兄弟姊妹身上，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医治。主啊，伫迄个无可能中间，特别彰显你的可能性。主，阮特别为着现场长了，为着这个。美惠姊妹因伫迄个癌症的中间，主你医治的权能，甲因三同在，主啊，愿你来彰显伫因的身上，来求你来讨棒，来得到自由。主啊，愿恳求你来听阮的祈祷，
愿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最后要用这首诗歌直接来回应，来手招啊来。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胸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来一遍，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主耶稣，你一直都在。当你同在，这些黑暗的权势就要退开。主耶稣，你一直都在，因为你要彰显神奇妙的作为。谢谢耶稣，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你，将你的平安、医治、供应、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啊！彼此来祝福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哦。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